下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教育部针对着全国12岁以上的国中小、高中职、甲5专前3年的学生，调查注 BNT 疫苗意愿。彰化县已经完成统计，这个愿意注射的比率是高达96%。县长王惠美讲，伊嘛真意外，因为以往流感疫苗的注射率上悬嘛才8%外，即摆 BNT 疫苗的同意注射率竟然阁超过流感的1成。学生的家长是讲，这个新冠病毒来到上界界，尽管注疫苗有风险，但是为着要来提升着保护力，安尼有疫苗就应该赶紧注。来，深呼吸吼。彰化县政府目前完成全县12到17岁高中小、高中职5专前3年学生 BNT 疫苗注射意愿同意书调查，结果发现同意的比例有96%。哦，这超过我的预算咧！我本来想讲看会到80%、90%，哦，无想到96%，大家拢要做吼。BNT 疫苗同意的注射率比流感疫苗搁加1成，连县长王惠美拢惊到。专家认为，应该和最近北部幼稚园和高中生有人确诊，引起家长烦恼有关系。大人都不一定拍得到，囡仔听个拍当然是真好啦。每一种疫苗打出来还是会有风险，觉得还是要有保护力的。毕竟各个家庭的那个分子都不一样。中部的苗栗县、台中市、云林县也咧统计，南投县也未统计结束。不过目前有8成以上同意注 BNT。若要伫学校读册，不过符合年龄的对象，安怎注文？9月14号开始开放，你如果不要在学校施打，你就上预约平台，去登记。看到开学了后，陆续出现Delta病毒入侵的个案，学生的家长拢真烦恼。即马只要有疫苗就注，就是因共同的心声。即摆这个